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 張文嘉。我係 Coir 曾曉穎。 Hello， 我係 Vincent。我叫 Herman， 中文名咧叫余展榮。我係 Gwenda。你好，我阿喬。Hello， 我係 Kelly。我係小肥，一個熱愛戲劇嘅人。會 say yes to 呢個 project 咧，全因為一個人，佢個姓有啲特別嘅，姓龍。龍寶龍寶喺個 IG 嗰度話，我哋嚟緊搞呢個 project 喎咁樣，同埋我本身好中意 Wicked 呢個舞台劇呢個音樂劇。由音樂劇到電影咧，我都追住睇咁，所以一聽到龍寶話哇有得一齊唱下廣東話版喎，咁我就應承佢啦。廣東話歌嘅音樂劇係好難得同埋好珍貴。廣東話可以令你有共鳴嘅位，一定容易打動過其他語言。成日都話香港樂壇好似死死地咁，但係如果音樂劇嘅歌都可以帶俾其他觀眾去聽嘅時候，即係音樂界都可以更加多發展。如果可以有多啲咁大型嘅音樂劇嘅製作就好啦。